阿美啊，天气这么热，就想要来啉一杯凉的呢。拄啊好，我遮有100张松本鲜奶的饮料券要送互大家。即马手机啊摕出来扫 QR code，稍等咧，你认真听。然后你只要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有机会摕饮料券哦。这么佛哦，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哦。啊，到底是啥物问题？爱回答的问题就是：成功台语这学期有办倒2种活动？阿美啊，今日下课，咱来娱乐街食暗顿，好不好？无啦，咱做伙来去食免费的台语饭桌啦。啥？台语版的，而且阁有免费的暗顿。无毋对，这学期成功台语有办6场的台语饭桌，鼓励少年人听台语、讲生活、博感情。哇，听台语，讲生活，博感情，真正是一兼三顾，忙人啊兼洗裤呢。啊无，你敢知影？成功台语这学期嘛有办9场的台语通识认真讲座呢。我知，主题真丰富，有表演艺术、街头艺人、媒体经营的百万流量达人，阁有医疗自主权的专家。台语 IG 的影片这么顶哦，会当有100万的流量哦。你看，嘛有专家来介绍台湾水的资源、天气甲气象，阁有天文学。我的偶像歌手大len的嘛要来演讲呢，这局我一定到。你甲看，不管你是参加台语演讲，也是台语办桌，拢有奖品，可会当扣点数换大奖哦。真的呢，报名听演讲就会当摕鲜果补给、松本奶茶的消费券。而且，若累积活动的点数，就会当换骨气珠啊、电脑袋啊，有影足澎湃。搁有，这学期你修的课，敢有老师是用台语上课的？就是团队中的台语授课嘛。这学期新台拢总有16门课，老师是用台语上课，我当然嘛有修。你若有选台语授课，安尼你累积点数的速度会搁较紧哦。有够赞啊！紧甲我讲，台语办桌甲台语讲座要去倒报名啊？你即马回答问题表单，上下骹的链接甲 copy 落来，好康的才袂漏交啦。台语讲互你听，生活讲互你捌，成功人成功台语。台语一定会成功。